有一点害怕，可能自己在家里多做一点，就比较不会买外面的。食安问题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毕竟吃是一个要很讲究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手边当中，大概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干香菇，或者是干的小鱼干，甚至有一些柴鱼片等等。那利用这些原物料的食材，其实就可以去做干燥，然后成磨粉。那这些就可以代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化学添加物品。那自然相对的，你的食安问题就会尽量的去减低它的风险。那辣椒的话，其实也是，我想辣油毕竟是从生辣椒去提炼出来，那我们自己炼其实也更安心、更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段时间，大家苏丹红所带来的食安疑虑啊，其实我们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在源头管理，所有进口的这个调味剂的原料都必须要严格审查，而且获得了相关第三方公证单位或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安全认证。这第二个，对于通路商跟这个末端的餐饮业者以及这个大卖场，我们也要求他们要自主食安管理，所以他们可以要张贴不含苏丹红的这个食安标章。卫生单位跟市府也会不定期的密集的去加以检验。第3个部分，我们也鼓励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厨房以及所有业者可以自行使用天然的这个调味料的原料来自己制作辣椒酱或制作这个天然的酱，所以用这样的3管齐下来，希望民众解除民众的一个食安疑虑。因为眼见为凭，自己做的自己一定放心。那不是每个人都是食安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作为美食大厨，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能够把这个食安放在心上。食安从自己做开始，从食安认证开始。大家好，我是柯曼晶，欢迎收看3月18号礼拜四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农家恶地地质工园为110年来一直拢无完成改变定书，对此议员应爱大理邀集市府单位甲社区大学的学者、职工共同召开记者会，希望寻求解决办法。伫议员应爱大理的主持下，议员无分蓝绿，包括蔡宗豪、陈黄宇、甲李宗林的服务处，以及社区大学这位关心农家地质工园的学者、职工等，拢出席关心，希望地质工园工业区的地目会用个早日来改变，保护当地济保育动物。2023年，台南市政府到农局去宣导的时候，还是这张图，因为这张图里面你看这个旁边绿色的，就是国宝1，结果我们的自然保留区跟地质公园竟然是咖啡色的城乡2至2就是工业区的意思我们认为这边自然保留区是国宝1，紧接着旁边的地质公园应该被划为国宝2，因为这整个生态非常丰富生态非常丰富，那些动物基本上都在这里来来去去，没有界限的没有界限的，都在那边跑来跑去是没有界限的从保育的角度是这样子停止展延是归停止展延，但是它实际的进度到什么地方？我们离所谓的地质公园的进度有多远？我们离所谓的自然保护区有多远？我们离这个所谓的市民公园这个距离又有多远？是能够针对龙井地质公园它的一个切身为民的状况，我们到底还要等多久了？这个状况能够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陈述。针对于自然公园、自然保留区跟地质公园281公顷，先行规划来解编，然后马上来做国1跟国2、国保1、国保2的规划。我想，
我们在场的市府官员，等一下一定要回答给我们的所有的志工老师们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台南社区大厦环境小组召集人黄焕章表示，社区大厦对民国108年导入当地生态的调查，不但发现生态资源丰富，连生态巡守队的志工，甚至当地议员陈黄瑜，不但看过二级保育类的穿山甲，甚至还佫不时爱出面来救受伤的穿山甲，表示当地流浪狗嘛是一大问题。动保处这边要希望你们来做一个协助，因为在2019年到2022年，已经有将近128只的穿山甲被所谓的流浪犬只来做就是被伤亡啊，被他们咬伤了这样。那当然也包括了41只的山羌，这部分要请动保处来作为协助。针对流浪狗，我们有攻击性的但这个攻击性通常是对人。那今天你这些穿山甲，它不是叶问，它不能一打10啊。这些流浪动物都会成群结队，这么多的流浪狗在这边，我想当然流浪狗也是生命，但怎么来做一个生态的保护，是我们人类可以来做的事情。面对未来国土计划法的实施，因为两家地质公园的地目目前还佫是工业区，对此市府地政局回应。目前还佫卡伫个经济部甲体育会，对此造成工业区改变定数的延后。龙崎的龙府2地在110年，那我们市府这边有公告为自然保留区啊，同时也公告为地质公园啊，但是同时它也是经济部依奖楼核定的工业区。那到目前为止，经济部它并没有同意解编这个工业区。好，那另外地政局的权责是在国土计划，我们是属于功能分区划设，是由地政局来主政。好，那功能分区的划设会依据内政部营建署，也就是现在的国土管理署，好，它订定的划设准则，还有订定的划设的手册，这个依据来处理。那它里面大概就明定了说，一笔土地里面如果同时有2种划设条件以上，它有去排列它的优先顺序。所以以我们这一块地来讲，如果照那个手册的话，其实它还是要划为所谓的乘2+2，所以电影这边如果说，这块地能顺利解编，那我们会配合这个解编来办理划设的作业。最后，议员严爱达理嘛表示，为了加速工业区的改变，尽速对应国土计划正确的功能分区，针对日前市府委外进行2家自然地景整体空间的升级规划，嘛应该纳入穿山甲保育物种的调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最近台南安顺大败出现真侪报道人，地方认为是因为河川受到污染，加上最近是大水期间，温度也较高，造成报道人生了紧。水利署接受通报以后，马上派人去处理。河面上青劲劲的一片，详细看全拢是水乌仔。这是伫安顺大排，将近有1公里长，拢予水乌仔砍掉咧。地方烦恼，水路会塌掉的，无法度排水，嘛反映讲水质嘛拢受到污染。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垃圾、家用垃圾，然后还有一些不明的一些油污浮在水面上。顶面伊的工业化的水，也是咱的生活污水，产生这种问题出来。只要到热天，伊的臭味会更明显，伊的臭味会愈较明显啦。水乌仔是外来种，早期是做景观使用，嘛有人摕来用伫水质净化，伊的生态速度真紧，不但会造成水中出现有氧化的现象，更是一条河清气无清气的代表。所以嘛叫做河川杀手。如果我的河道是很清澈的，负担也不会长得那么快。好，所以它呈现了我们河道是严重污染这个问题。它的上游有非常多的畜牧业废水或者屠宰场的一些废水排进来，好，所以它严重的优氧化才会造成我们负担连非常大量的繁殖。定期都有做一个打捞的动作，那特别汛期前我们会再做一个整体的至少清理一次，然后接着会总体检，就原则上
对环境还有对人防火安全不能造成危害。第六河川分署表示，未来会伫顶头设置查污所，定期做检测甲清理，兴予当地一条清气的安顺大牌。台南新闻出发采访报道。台南市交通局得到中央补助，立新营中正路打造行人甲高龄者优先示范区。2月底完成以后，受到民众的肯定。不过，有相关单位建议，会使增加庇护岛、路顶等等的设施，让示范区更加完善。台南市新营中正路段有商业区加文中心，还有公园步道，长辈会伫遮做运动。上下班车流量大，因此交通局伫三民路口、利川北街口顶3个路口设置行人以及高龄者优先示范区，增加偏心式倒弯车道以外，行人号志放大1.5倍。过路的秒数嘛增加。长者的话，走路步行本来就是比较慢，所以现在他那个时速如果延长了，那长者就不用那么匆忙。我们这边从文化中心这边要过去的话，秒数是20几秒；那从那个绿川那边要过来的话，秒数是36秒。那我们是觉得纳闷，就是说为什么这边过去跟那边要过来，为什么秒数会不一样？有民众反映路口等红车顶的秒数乃无同。交通局回应是照长辈行路的速度，坎各路口的地形落去做的，未少人认为安尼过路会较安心。不过，台南市人本交通促进会认为，还佫有调整的空间。车道伤快，也是当加人行道的宽度，做停车弯的或是大人也是因在下面底下会当有一个空间，会当落车含上车。咱按时去看的时阵，其实迄个路段是较暗。会当时啊，比如讲有啥物照明的设施，会当互迄个较看到迄个行路安尼。针对用路人伊的需求来设定的啦吼，若有讲无连锁，也是讲针对需求无较符合的部分吼，阮会来做检讨，爱搁做调整安尼。这个示范区是伫咧2月底完成的，交通局表示会搁观察各路口的状况。开会讨论做调整和改善。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日间症治疗中，大约有1成到3成的病人癌细胞会走去脑部，伊只分期算是第4期。通常经过化疗甲放射治疗，大约会使去活3个月到6个月。随着标靶治疗甲精准放射治疗的发展，毋但会使互病人活个较久，另外也会使修复病人的脑部功能。台南市一名37岁男性，因为长期食薰，2冬前因为头痛就医，后来被诊断是肺癌，而且癌细胞转移到脑部，但因为脑部转移治疗的方式，甲脑转移的肿瘤数量、位置、甲大小，病人的症状有重要的关系。亲像这名37岁患者，为了避免伤到脑部重要的记忆甲认知的功能。因此，利用精准的定位、放射治疗，避免海马回区域。因为我们全脑照射放射线会伤害到一些，跟比较重要器官，譬如说海马回好了，海马回是在我们大脑深部的一对重要的有关记忆、学习、认知功能或者空间定位的一个重要的器官。那我们放射线其实会对这个器官造成一些伤害啦。所以那时候有跟病人就是建议，我们可以用一个全脑照射，可是却去闪避海马回，就是所谓的闪避海马回的全脑照射。那希望说，可以让这个海马回可以放射线的剂量可以降到70%以上，可以降很多。就是我们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电脑的技术，让这个海马回的剂量可以降低。那其他的大脑部分都有照射到，也就是说我们肿瘤都有照射到，甚至其他不是海马回的部位的大脑也都会照射到，那唯独就避开这个重要的海马回这个器官。基美病院放射肿瘤部的部长何胜佑表示，肿瘤的病人如果发现脑转移，一般来讲，对着单一粒的肿瘤会用进行开刀，或者是立体定位放射治疗。但如果是侪粒的肿瘤，就必须要以全脑放射治疗为主。
你为了避免伤到基地甲人体的功能，患者嘛用选择闪片海马回转脑放射治疗。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高雄的黄色小鸭见证高雄10年来进步，一港合作，会使讲是改变上大原因，包括亚湾区的5大建设，带动观光、会展产业发展。黄色小鸭离开以后，高雄嘛爱打造 IP， 迈向国际，行销台湾。2024年的2只黄色小鸭吸引900万人次观看，让高雄成功打响新春第一炮。其中20年前的市港合作打开高雄港高耸的围墙，以及亚湾区的5大建设，才让小鸭四周围被高雄港的美丽建筑包围，增添小鸭的可看性。不只是900万人潮跟140亿的商机，那我们在周边的旅宿，在过年期间甚至达到90%到满房，那平均是有80%以上是满房的。那我们也根据相关的统计可以发现，大概40%以上都是外县市的民众，在过年期间则是50%。那么在爱河湾里面也有台湾港务公司，就是我们主政的这个游艇码头。好，现在是台湾第一个5G 好以5G IoT 打造的这个游艇码头，那也是由土开公司来负责招商，好也带动了整个爱河湾好游艇码头爱河湾区的一个样貌，所以这次也展现在大家的这个眼前。不然以前高雄市跟高雄港是有围墙围开的哦，那一般市民呢要看到整个高雄市的海景港边的话呢，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而这个在浴缸里陪伴幼儿洗澡的黄色小鸭，有着世界各国人士的共同记忆，才能够引起这么大的旋风。而小鸭走后，市府观光局也在思索，要将高雄人都认识的观光大使高雄熊再提升，成为高雄独特的城市 IP， 走向国际行销台湾。进到高雄就看到高雄熊，看到高雄熊就想到高雄，那甚至是变成一种风潮，例如说会抱着高雄熊到高雄的各个景点去打卡，它出没在高雄，其实可以从一个 IP 衍生出非常多很有趣、很有创意的活动，而这个创意不见得是要由政府而下，而甚至是可以由民间而生。那此外，其实我们在一些风景区也可以看到这个高雄熊的这个 FRP 的装置艺术。那同时，我们也开放授权使用，就是只要公家机关或者是甚至民间的这些产品，如果对于高雄城市形象有帮助的，我们都开放授权使用。那目前我们也即将在今年的上半年帮高雄熊做一个发表会，那敬请期待。而曾是世界第3大货柜港的高雄港仍保有航运功能，除了扩建深海码头增加货柜的吞吐量之外，旧码头也变身邮轮和游艇码头，持续发挥港口客货运的服务，人货畅其流。有些 Fun Pass 就高雄好玩卡，让这个邮轮客他一下到高雄，踏进高雄的市区，他马上可以透过这个高雄的 Fun Pass 知道怎么玩，怎么去搭乘相关的大众运输，包括说在地的我们高雄人或是来高雄观光，也可以以高雄旅运中心本身的这些商业设施包括它那个平台上面去，不管是用餐饮或者是听音乐，或者是观赏我们这个高雄港的景色，都是一个很棒的亮点。那么旁边还有一个21号码头紧邻星光公园的部分。那么我们的招商目标当然就是以企业总部啦，然后串联到5G IoT 的这些企业总部，或者是这个医疗院所，也可以做成这个旅馆商用旅馆的部分，对接相关的会展的产业。因为即使是像我们前面讲说，观光非常好，可以带来非常多游客，但是呢，观光也有一些不可避免你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重大疾病的一个问题。黄色小鸭走后，高雄人将在市港合作之下，持续开发高雄港区的土地，让各种产业进驻。未来也将会有自己的城市 IP， 让各国人士疯狂，创造高雄另一个高峰。记者王仲凯、赖昌邦高雄报道。今年一度阳明山海域季活动浪漫开幕，今年特别推出花农亲手打造主题艺术地景，包括花田跷跷板、造型棒棒糖，有够水又够趣味。因为天气的关系，今年开花时间也提早，想要欣赏白色花海游客，千万唔通错过。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产业发展局长陈巨安与北投区农会理事长开心的与花田中采花的小朋友合影。这里是阳明山竹子湖，拥有全台最大且唯一的白色海芋田。每年的重头戏活动竹子湖海芋季，今年特别选在3月14号正式起跑，邀请民众一起来见证浪漫白色情人节。
那我们知道今天开始啊，整个的竹子湖都会非常的漂亮，尤其呢，竹子湖是我们唯一全台湾最大纯白色的海芋田。这个纯白色真的是我们很独有的特色，所以呢，在白色海芋田，其实我自己本身不管在什么角色，我都很喜欢来，因为它给我们感觉就是很平静、很纯净、很幸福、很浪漫。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一直到4月18号，都要欢迎大家呼朋引伴，好不好？一起来这边来欣赏美丽的美景。清新挺拔的丽屿水田中，纯白的海域吸引许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直说真的太美了。今年花况不错，而且天气很好，对，然后很美。翠绿与纯白相间的花海，让整个竹子湖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大朵的海芋更令人赏心悦目。花龙表示，今年因为冷热交替频繁的气候因素，海芋花开得较早，目前已逐渐进入盛开期。气候其实跟往年比起来，可能早一点回暖，所以今年花况其实算还 OK， 只是开花的时间比较提早而已。那相对的，可能花季结束时间会稍微早一点点，但整体而言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紧张紧张哦，左边吗？左边吗？左边 H 是告白成功哇！除了赏花外，由花农们亲手打造的海域地景花艺也颇值得一看。不管是花田跷跷板、造型棒棒糖、发条四驱车等，都充满了复古与童趣，为整个海域季活动增添风采。花田跷跷板，没错，还有造型棒棒糖哦，大家很爱吃棒棒糖，没错，都在里面。还会有呢，小时候有的叫做发条四驱车哦，你们有看过吗？啊，有看过跟我一样有年纪的，小朋友可能有点难。还有大型的什么积木啦，大型的竹蜻蜓啦，哦，大型的木偶啦，反正就是很多很多，所以大家就记得要好好的去品味一下。为了增加农民展售机会，清明年假将举办竹子湖在地4级八岛干妈店，还与知名冰棒业者合作，在各农园推出花季农园限定水果冰棒。另外，在信义 ATT 佛放、花博农民市集及新北投车站也会有花季造型胖卡宣传咖啡车，现场打卡就送限量海芋图案咖啡，邀请民众上山赏海芋花。我们都知道阳明山上人文是非常强的，没错，所以我们有很多是人文的走读，好，了解我们地方的历史，好，这很重要。再来呢，我们还会有在清明时节、清明假期会有所谓的八岛干妈店，好，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活动。所以呢，清明假期如果有朋友的中南部，欢迎来到台北，来到我们这边来过这样的我们的一个假期。面积达96公顷的竹子湖休闲农业园区是台北市最大的休闲农业区，除了传统农业，更能提供游客丰富多样化的休闲游憩活动，邀请大家上山来趟赏花、西游、走读、野宴之旅，深度体验竹子湖之美。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立冬节咧上假日是要去大耍咧，和平岛地质公园，伫4月4号到4月5號2天，舉辦一連串的活動，歡迎介意動物，也是有請動物派的朋友做伙來佚佗。我们这次的办的活动啊，就是比如你家有养宠物，或者是你有养不一样你喜欢动物的人，都很适合来。那如果是带宠物来的话呢，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有一个主人可以是半价入园的门票。为了创造主人和毛小孩的美好回忆，让民众一起来关怀认识动物，和平岛地质公园结合了动保、环保等多个单位，将在儿童节连假4月4号到4月5号举办一连串丰富的关怀认识动物活动。那我们活动非常多，比如说如果你是喜欢你带宠物来的话，我们会有个宠物的闯关活动，然后还有限量的奖品可以来拿。那另外呢，我们会有宠物的市集，那里面呢就会有卖很多跟宠物相关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个适得其所的展览。那这个巡回展呢是第一次来到基隆，然后就很欢迎喜欢动物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和平岛地质公园呢有全基隆唯一一个宠物水池，那他们是可以直接下去，而且平常来的时候狗狗也不用收钱。
然后呢，而且游泳的时候，他们旁边就会有鱼一起跟他们游泳，然后也欢迎主人跟他们一起去玩。然后如果带狗狗出来玩的话，就很担心没有办法洗澡啊，很不方便。那我们这边呢，其实都有冲淋的设备，所以他们也都可以很方便来玩。但是大家要记得哦，如果带宠物来玩的话，尽量可以帮他准备救生衣，宠物的救生衣。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公园这边也有提供租借的服务。那另外呢，我们也跟海洋大学的 USR 计划合作一个鱼苗放流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喜欢海洋生物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报名我们的那个鱼苗放流的活动。那另外还有这个潮间带生物的这个浮游生物的探索啊，然后还有今天在河口丘这边也可以看到赏鹰的活动。因为我们这边呢是整个这个河滨岛公园地质公园的最高点，所以呢老鹰呢它其实就住在对面的那一座山上。然后我们之前有记录过，其实最常出来玩的就是我们基隆的那个市鸟黑鸢会出来玩，然后之前也有记录过凤头苍鹰，然后也记录过游隼，有游隼的夫妻在对面生小孩，所以这个地方呢的确是一个很好观赏的。那我们这一次是猛禽协会的，他们会专门来这边，然后带着大家怎么观察台湾的这些猛禽，然后也是免费的活动，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去报名。如果想了解怎么照顾特殊宠物，这次也有免费讲座，提供丰富的知识。那另外呢，我们有非常多的讲座，就是比如说，如果大家家里面有兴趣想要养蜥蜴啊、乌龟啊，特殊的宠物想要来养的话，你就可以来听我们的这个讲座。讲座内容就会告诉大家，你要养这种比较特别的异宠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总共有4场讲座，都是免费的。透过多元的展览、讲座、市集和体验活动，主办单位欢迎民众和宠物一起来同乐。详细资讯与报名方式可透过活动网站进行了解。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您收看3月18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柯曼金，咱再会。